再来关心这风台弹啊是扫过台湾伫个台南的安南区，有一搭收容9000只流浪狗的这场所是损断甲真严重。另外，台南的农作物嘛是大规模的损断。这农业部统计，台南农损是有11挂，这是全台上界严重的。这农业局讲，目前中央已经有公告，所有的项目拢会补助。 真侪狗仔大声咧吠，详细看因住的环境，因为这回风台大风大雨，甲只生甲真食力。台南安南区这个七村水狗舍，因木造建筑物起超过30栋，这回江俊峰甲建筑物生甲东倒西歪。这当时是为着要减少流浪物掺人的冲突，豆豆收容流浪狗，收超过9000只狗仔。这种狗舍损断甲真严重，负责人无奈讲，因年岁大，这资源嘛有限，唔茫通有人来遮倒卡手。平常其实也蛮常会捐一些，比如说。 流浪猫狗的一些捐款，所以也蛮心疼这些小动物。如果这个狗仔场收容的量较济，建筑物上老的啦，这30栋的老式的建筑物，因为因的条啊阿门土条，可能5栋8栋就会风化，迄钢筋就裸露出来啊。 台南的农作物嘛，互风台吞大去。农业部上新的统计，这回损失已经超过26亿。那以县市来看，伊点是损失11外上惨重。那上述的作物主要是金蕉，大概有2121公顷害去。再来是文旦同款乌有去。农业局嘛讲，文旦的量实在有影济。这2天假期，加在有100多人去灾区做志工协助清理。因讲会搁赶紧替农民恢复家园。通常农民都是比较年纪大，所以他们很 需要被帮助，那刚好有这个机会，我假日就到麻豆的文旦去帮忙减温。那个麻豆的部分是6500公吨，那个下营的部分是200公吨，湾田部是100公吨。其实我们跟那个农会已经先协议到7月18号，希望说来做这一部分的清理。农业局嘛指出，目前中央已经公告全品项补助，另外电力的部分，油源叫清通后，电油源也未来。 台电统计，台南客家目前停电数是占上济，到达停电超过1礼拜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